美国福斯公司甲新闻集团的董事长92岁梅陀，伊宣布要落任，不过伊强调家己的身体健康，这两间公司运作嘛无问题。未来伊会正做英务董事长，交予大汉后生掌权来换这两个集团。92岁媒体大头家梅陀日伊发声明表示，要辞去福斯公司甲新闻集团董事长的职位，互伊卡集团员工配当中也讲到是时阵挑战无共款角色，也强调有一个才华真好的团队。His son Lachlan is 52. Rupert took over from his father when he was 22. But Lachlan has been the CEO of Fox for since 2019, so at least 3-4 years now. And this is really just Lachlan taking the mantle and saying, now it's time, it's his company only. 美团大汉后生拉克兰会正做福斯公司甲新闻集团会议董事长，美团未来会做这两间公司的联合董事长。美团伫1954年继承老爸伫澳洲一间小型连锁报业，然后开始筹备国内外报社，建立报纸帝国。1985年，伊筹备20世纪福斯公司，第一摆进入电视产业。伫报纸愈来愈落车时代，伫2007年筹备《华尔街日报》高保留新闻集团内底报纸业务。不过，2019年，美团将伊媒体大部分资产用710亿美金卖予迪士尼，只留福斯新闻甲福斯体育。不过，伊将《华尔街日报》的关注范围扩大到货币甲金融领域以外，佫成功建立付费专区，建立新形态报业典范。公司新闻单位人朋友。